创造你的歌曲，虽然的教的东西，单单是家长去家做的，虽然没稀有，三规多样，还有更多同人互动的机会。同样有一个过好教科学、过古道的观现象，从其研发环保科学眼起，也过调皮各地教新人呢，用某爱嘅讲听保体平下头来做教的东西。伊希望新人呢，莫规日呢抢坐下睇电脑头前，睇自家做眼起的过程当中，发挥创意，也提好小物小法，还学嘅到科学知识。今年咱喺团员行业新传世嘅观现象下讲，暑假可以在科学行业样，用好教嘅科学来教新人嘅快乐学习法。黑白相间，好，那个循序渐进就可以了。洗衣机的那个排水管啊，就可以做出。去到嘅哈，你睇来啊去，你嚟表出哈，你嚟表咧地方做关系啦，关系啦哈，好，来哈，表咧做单哈，就开始做了哦，好，然后呢，你的点都拿走了，表开，你点都做。青菜呢这些东西，地干现象嘅时候，让皮变到神奇如何高。细毛打，还个俩卤诶，还个天池哈，天池说，了你上杯加杂个干的哈，那天池在掉落去以后呢，好，佢都开始要分哈，那不用来作蛋哈，佢都开始要折位哈，好，啊，所以这是露天来啦哈，啊，你乜个原理呢？因为咧头前佢啲进转，佢要散成一张咯，转通关亮，卤面嘅干呢？那张呢，喺强烈的下降哈，然后咧表咧地方度呢，也要产生一张涡电流，啊，所以呢，佢啲地方度呢，会从你太空漫步外哦，天天的跌下来。那个一种呢，按照用铜来做一个呀，好，也系铜质的啦哈，也表咧行下去，而产生的涡电流行下强。本单做用提出嘅改观现象，10年前是因为高楼上边路径。改良时，佢就32岁，帮每个天表体工作，做到学校去做义工，想到从安样开始的机界科学教育人生。我对啲科学东西係真興趣嘛，所以我想開始嘅即係研究呢個科學環保嘅東西。咱開始嘅去學校推講吼，學校欣賞、學校注音、學校教造，跟住想講你乜個單位啊？因為有乜個目的想要來做咧？好，所以講呢，剛開始係遇到千太困難。個現象研發環保硬氣，用某種嘅鋼鐵、玻璃管也掉來做成個教嘅東西，佢喺潛內就強讓現實嘅先生強下來推廣。我們有2個很簡單的保特瓶，加上一個連接器哈，就可以製造一個水溶鹼的一個效果。好，我們在上課的時候呢，小孩子看到這種水溶鹼的一個現象哈，他會非常的興奮，那他就去探索大自然的一些那個現象哈，災害到底是怎麼去產生的。這樣開始呢，其實要想了的東西哈，真係當難，所以呢，也冇可能講所有的東西一個想來，你啥想嘅方，13科學欣賞都總共就學到10項嘅科學冇共嘅東西。也見科學創意館除係個現象，留其他先生，例如用唔錯嘅教師過錯位，為小朋友就得勸佢理解出到學校嘅科學。那除了科學教育哈，唔係用很嚴肅嘅上課方式來上課，因為科學本身當有趣嘅。那以前有關老師合作過，那第一到科學教育教學部分大家當吃的。好，而且小朋友都當喜歡。老師一用力的時候，它往下沉；老師手一放掉的時候呢，它裡面的水又跑出來，對不對？它又變輕了，它又往上了。有沒有小朋友想玩的？我有，我。好，哪一個？
好，我们先给他玩一次，好不好？好。现在有一个人。升级嘅宽博科學通案，小朋友共同填表，落科學寬博專業生法，希望小朋友發揮創意嘅同時，未啲好生活生活。去辦那個帆布，天氣要簡單。第三呢，生法度是在哪一度誒？學校嘅課程點樣度？佢全部這個課程來學，家嘅創意慢慢來減少。所以呢，呢種嘅課程帶你嚟家嘅生法，帶讓你家熱度、家聽落度以後，佢開始會發想。呢種東西我用嚟做，會產生很好的一個方式。各位，為什麼這台車子它要有一個吸管，要吸水的吸管？有沒有人知道？因為要讓它把水噴出去，然後呢，讓它給那個滾出前進。車子才走得比較遠，對不對？很好。兩人為個噴砂氣叉，一鋪一鋪才能欣賞攞噴砂氣叉走出來。自家通手做來起，小朋友都懂期待新個嘅展現。因為這邊不能跑太遠，所以老師打的壓力不夠多哈。來，這樣子，哎，那個宇浩，那宇浩，對。來走，出發嘍！來走了，走了。歡喜嘅心情唔是講就看得出來，準備好勢為來點選手。來，慢慢裝，不要急，那邊。哎，不錯，不錯，不錯。優秀，優秀。這台車呢，它的把手是向前的，哇！好興奮啊！數出這個100多萬，你差點把它撞壞。好強哦！下哥哥前面鼓胖虎，準備為發射。請開始，後邊雙龜，頭前雙龜。哎，跑過那個 PU 跑道哎。這是更遠，這是更遠。用打氣筒打氣，一直打。自己跑出去就跑那麼遠。是啊，好玩嗎？好玩。先裝1/3的水，然後再打空氣。那個，裝空氣之後，這邊拔開就會噴出去了。你為什麼會來參加科學社？應該是興趣吧。老師會教我們做很多很好玩的小東西，讓我們帶回家玩。那你每次都有意外的收穫，對不對？對。呢個細年呢，從細開始係搞幾家下，結果先生即講係冇，咪從來有想過啊，先生係唔記得用搞咧，唔做嚟自己去研究。呢個細年呢，出去比賽，要得到很好嘅獎一個很好嘅成績，所以講你係最大嘅樂趣啦。天天嘅笑容看得出教導咗幾條，科學和生法和學習都變到神奇，探索科學奧妙，傳播科學重點，科學眼通講現實，會繼續分享佢嘅快樂科學。